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嘅節目叫做魚目混珠。咩叫魚目混珠啊？海參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我都講過海參分開南方嘅海參同北方嘅海參。南方即係福建啦，北方就係渤海灣嘅渤海灣、大連、青島呢一帶嘅海參啦。咁好多時你都知道咧，北方嘅海參要3年先生長到，同埋佢會捕撈嘅成本好重，所以咧喺北方嘅海參咧係相當之貴。南方嘅佢飼養係釣籠嘅，照釣住嚟養嘅話咧，佢成本都好輕。咁有啲我叫做不無良嘅商人咧，係將喺福建養嘅海參養大咗1年度啦，就搬去北方個即係水域嗰度放落去，就炸啲魚放落水度，又撈翻上嚟，就當北方個海參賣。你唔識㗎，你唔知㗎，嗰啲消費者係嘛？咁你咪中咗計咯，係嘛？呢啲咪黑心錢。我哋要小心。你哋唔好諗住1000零蚊買到北方嘅刺參。你哋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個條件。香港好多鋪頭咧，有大間嘅鋪頭賣海參咧，咁佢成本重啦，又要租金人工，佢賣得貴係啱嘅。但突然間嗰啲刺參話俾你知賣1000零蚊、2000蚊到，你自己心裏有數咯，好嘛？大家要做個醒目嘅仔。